聖誕節嘅因特拉根小鎮真係別有一番風味，喺呢個咁靚嘅湖邊同3、5知己一齊傾下偈、吹下風，正啊！我覺得咧，因特拉根呢一度咧，日頭同埋夜晚呢個感覺完全唔同。夜晚咧呢度啲燈飾非常之靚，所以咧我覺得夜晚一定要嚟呢度行下。你頭先講話生5知己咧，其實呢度仲有一間酒吧，咁你聖誕節就可以同你啲朋友一齊嚟飲酒，不過唔好飲醉噃。驚你飲醉咋，行啦！我要秘密武器。Hey, hello. Hey, hello. 飲杯。哇，正喎，好舒服。其實呢度風景都幾好啊。嗰邊嚟睇。我覺得我哋3個今次嚟東部華僑城咧，可以話做咗一個好明智嘅選擇。嗱，又住咗啲咁靚嘅酒店，又玩得咁刺激，加上有咁靚嘅燈飾咧，可以話為今次嘅旅程畫上完美嘅句號。不過講真啦，要揾到個地方睇到咁靚嘅燈飾之餘，仲可以玩啲咁刺激嘅機動遊戲，仲要咁近喎，真係一定要嚟深圳東部華僑城啊！講得啱啊！即刻約朋友聖誕節一齊嚟先。咪住先，同觀眾講拜拜啊！拜拜。如果帶埋 BB 去旅行嘅話，你可以向航空公司借用 BB 車，咁你同 BB 就會舒服一啲，玩得開心啲啦。另外，部分航空公司會提供嬰兒食品，如果有需要嘅話，可以早啲通知航空公司安排啦。